来看宜兰国道5号下底的车道呢，竟然有红毛土角安尼落来，害这赛车经过的人去互惊到，加在是无记到车辆。那高公局去现场检查，发现讲是因为这国道护栏长咧时间灌浆，嘛因为这宜兰在地呢是敖落雨，所以车道的外口边这土角砖安尼落来，目前已经紧急补强，也会加强检查。 民众伫国道5号下骹赛车，雄雄一块蓝仔孔伫头前落落来，驾驶着车镜，车辆偏去，加载无去互牵着。高公局接到通知，前往现场检修，现场还敢会当看到落去的蓝仔孔就伫路边。公中署初步研判，是因为国道春秋旁附近护栏伫施工的时用二次灌浆的工法。 外沿的蓝仔孔可能因为宜兰高雨湿度悬，加上高速公路进度的关系，才会翘壳。震动加上多余，导致它那个内部的钢筋锈蚀，所以导致那个外部那个混凝土块掉落这样。因为国道5号下开侧车道车流量真大，民众看到蓝仔孔翘壳，感觉真危险，希望高公局加强检修，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。可能会 造成用路人的一些安全疑虑啊。地震后或者是天灾过后，要定期去检测。高公局表示，蓝仔孔落去的现场已经进行补强工程，过来卖车厂商针对国道沿线护栏全面检查甲补强。国道桥梁每2档卖进行一摆结构的检测，确保安全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